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句仔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朋友，咱来讲布袋戏咧做一站三国，18路的诸侯坐伫咧场内，场外武将花雄伫咧骂战，讲来嘛，啥物人敢来抬嘛？来一个我甲抬一个，来两个你共款抬输，来三个我甲斩头问恢复。吼，即个话吼听着有较含啦。啊，毋过你注意甲听哦，戏台顶咧讲口碑，定定拢讲即个有景互你看，啥做有景？头甲斩落了，就爱阁问恢复。你甲看外青惨就好，讲一个俏谈啦。解文说你这普遍级的节目，无法度解说甲伤详细、伤清楚。毋过国政啊是要招你探讨，讲确实台湾人咧讲话，尤其戏台顶咧讲口碑，尤其迄个听我叫，拢会调工，讲我含，讲我加强口气，讲互你一听就会当理解。吼，花雄咧骂，花雄咧花，结果18路的诸侯，无人敢饲闯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有影你头拄仔派出去的拢太输你，敢若后壁一个徛，连椅仔位都无通坐马强手。少年家关分长讲，互小将出来试看卖。吼，关分长一个讲尔，大家想讲打真的唔知何方神圣，头拄仔真侪勇将出去都太袂赢，伊也要去拼。毋过咱知影做错白面的较干巧，做错人就爬起来，人伊有椅仔位通好坐啦。捧两杯酒，讲英雄当作我甲你助威。毋过吼，讲罔讲，伊讲话原来真咸。啊，你是毋通出去，当无三个宝呢？这句原来是国政头拄仔咧讲，戏台顶咧讲话，调工要讲我含，宝头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张树仔就倒啊。安尼叫做当无三个宝。简单讲啦，功夫啦无够遐，毋通饲啦。结果吼，官府也未开声，因小弟3弟张飞讲：你免烦恼，阮小弟出去，花雄绝对好起来治罪。这句原来是国政今日特别整理。戏台顶咧讲，拢是讲迄个加强口气。咱讲要甲结束起来，安尼听啊，阁无够咱呢。你若讲甲好起来治罪，当然咱伫咧洗菜洗洗，就爱好起来治罪啊。迄个治罪，迄个景，互你看在眼内，你就知影讲吼。简单讲，甲收煞，甲结果诞杀就对啊。啊，官府有影甲花雄好起来治水无？伊出去，搁再倒转来，人头赶入来。上届刺激就是罗贯中咧写《三国演义》讲吼，做错要敬官府迄杯酒，伊无啉，人入来了，迄杯酒还阁温呢，还袂冷咧，你甲看功夫外熬就好。